来哟来来，来啥？搁要唱歌晓啦？无啊，顶届唱过啊。哦，所以连假就搁要来咯。这句敢毋是讲过啊？逐摆连假拢会使讲一届啊。你这条歌要唱一届呢？来来来，将小酒捧滚滚。嘿，然后你搁无练哦？我袂晓。好啦，讲正经，所以你就是要讲同款的代志哦。对啊，因为安全的问题真重要啊！你看，虽然我拄则唱讲，甲烧酒捧悬悬，嘿，啉酒就毋通塞车，对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嘿，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，安全的问题真重要。加讲的，毋过你敢知即集要讲啥？小编听你讲，就是听你赶紧讲啊。讲甲你毋是小编共款，头家啊，你有听到？有人无要做啊？搁咧空啊啦，紧开始啦。嘿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都拢会使讲。若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，还有甲观众朋友下一会用台语念出来，毋是好无？是我最关心你的哪后的呢？对啊。因为你拄则迄个，是说，我这边叫咩无我拄想声。讲你迄什物资讯的时阵，我想讲，做想要甲你问讲你的哪后要紧无？结果我就卡掉了呀，看这绝对毋是我爱你。好啦，这集的小编听你讲要开始进前，我先甲大家回失礼啦。搁要回失礼啊？对啊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失礼。失礼。顶一集有一个物件念毋对去，互迄朱玉信低头皮大哥来甲阮指正。所以感谢，对，感谢，所以伫遮爱特别甲大家就是讲出来，提出来讲者吼。就是伫顶一集阿宽妹迄集的时阵，咱有讲到经纪人，对，经纪人的台语是经纪人，对，因为小编毋捌字，因为阮遮做8岁尔毋捌字，无啦，这是理由。就是阮误会做是经济，对，经济。但是阮有变调哦，对，误会做是迄经济迄个字，才会念做迄。即摆纠正了后，阮就知影，阮以后改过来，经纪人。所以你爱念，我已经念3届，重要念3届就好啊啦。好啦，先说嘛，要来回应讲，就是顶一集阿宽妹的问题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迄阿宽妹迄集内底有人讲，就是安怎阿宽妹一直伫遐骂主持人敢拢无发现。若是安尼会问这个问题的人，表示讲你是一个新的听友，因为你若是旧听友，就会听过乌边可能讲过妈是爸，就去互白白讲，你妈，你爸，就是这种的歹呛呛的口气啊。因为迄天就是阮就是想讲，因为阿宽妹伊本身接受访谈的时阵，伊足紧张的。对。而且阮演过的经验就是讲，阮若是先甲大家纠正了，伊可能讲到迄个物件时，伊就会卡，像真正网络的部分。大家若讲到迄个位，就会开始网对，卡掉，对，大家就卡掉咧，就变做讲会去影响到规个就是咱访谈的节奏。对，所以本来想讲，像即种已过的关系，也是即种就是已经年久过亲嘛，已经惯势的物件，这就是事尾才甲伊讲，一工豆才改，就亲像状况的台语是状况。但是咱一般受到华语科的影响，咱都会讲状况。这个物件当初是我嘛是改足久的。所以我是想讲，就是提出来甲大家讲者，讲咱台语是无妈还是无爸即个用法，因为都是去受到华语的影响。若是咱要问人代志，还是总来讲，你敢是安怎？即款的用法，还是讲，就是你讲啥物，我甲你回答讲，哟，还是你要去倒无？对，所以较袂去有你食爸妈，足奇怪，咱就在甲我叫老母安尼。对，所以就是安尼，是希望听众朋友。恁今日听到了后，恁若是本身有伫用妈，还是伫用爸的人，咱会当拄今仔日开始练习讲，尽量莫去用啦。对，真的吗？你来改做敢真实的，敢真的哦，安尼。对，你若是有拄到啥物较趣味，你嘛会当写批来甲阮分享。好，时间过啊真紧，1个月佫过去咯。对啊，咱。
你会对我做无感情，做无灵魂的呢。他认真上班的好不好？你即摆想因为你要放假，你即摆想大头前爱吼，因为阿夸妹的关系，咱即摆收听率变悬，你是大头前爱吼。无啦，我哪会敢啦？无灵魂来上班。对啊，一年要一年讲啥？一年一天过一天，一个月一个过去啊。对你的思念，你错啥？听众朋友看袂到我你错，为何你袂归阮？这到底什么歌啊？你毋捌听过？无，什么黄昏啊？黄昏的故乡，敢是着我。毋知我问阮阿嬷，听众朋友你若知即条歌什么歌哩？下尾来甲阮讲一下。黑白秋。好啦，因为顶礼拜阿夸妹的关系，咱的迄。Apple Podcast 的评论啊，还有 First Story 的评论哦，加足济呢，真的哦，哇！咱来念一下好咧，好啊，好啊。但是其他拜托者，其他毋是阿夸面，毋是面粉的朋友，咱的听友咧，你拢无人要留话互阮哦，这艰苦的啦。对啊，我已经录足济集了呢。好，无要紧，咱先来念一个这 J 网友，好 ，J 网友讲伊嘛是台南人，听到阿夸面的开口，感觉足熟悉。除了第一个淡散伊无听过以外，像咱迄工讲的物件，其他伊拢常常咧用，袂歹哦。即个台南人程度袂歹，真正是台南人，赞。好，过来第二个是 C 网友讲阿夸面做谦虚的人嘛，真辛苦。对啊，我嘛想要甲伊辛苦，喂，讲真句，伊讲台语足好听的，感谢，哎呦。感谢着咱啊！感谢两个主持人的访谈，哇，免客气哦。欢喜甲啊，个是一个伊网友，伊讲因为阿夸妹的关系，才知影咱即个 Podcast 的频道，伊感觉足赞的，而且伊嘛感觉专家有智慧嘛足赞的哦。结果伊重点伫后壁讲阿夸妹嘛足赞的。伊讲已经毋知你写啥乱讲话啊。伊讲感觉大家拢家己用家己专长的方式来推广，互佫较侪人了解咱台语的水，真正是使人钦佩。哇！欢喜甲，甲咱讲甲安尼，多谢。哦，过来是一个无留名的无名英雄啦，无名英雄好。我真想袂唱，听到没？我无置入哦。头壳来有迄个旋律，有迄个歌啦，吼。伊讲感谢找阿夸面全台语足好听的哦，赞支持。哇，多谢啊！其他的别个访谈嘛，听者。对啊，阮阁有迄个润少呢，润少啊，阮拢是全台语的呢，全台语的无简单吼。啊，过来就是一个伊写伊的名写大嘻哈2哦，这是一个这部的戏迷啊，伊讲吼嘛是希望讲现场录声较好，因为安尼用电话录音怪怪，我嘛做想要对啊，阮迄工个想讲要坐高铁东港安尼来回趴车为着阿夸面那个冲落去，但是因为伊就是爱考试，而且阮这阮这18岁袂当，那袂当走入去迄别人的学校内底啦，惊歹势啦，对啊，而且。听众朋友，恁敢知影一个代志？因为咱今仔日访谈的时阵是即种口气，啊，到时阵你去看其他的访谈，其实面对访谈、面对镜头的时阵，佫是另外一种人格呢。对啊，可能会佫较紧张啦。所以我感觉讲顶届电话访谈的感觉，我是感觉不离也满意啦。OK 啦，哈 ，OK。哦，讲到访谈的代志，要来讲一件足感动的代志。刚才讲你出国的代志，刚才讲你顶礼拜休困去出去爽。你安尼。敢是咧算甲我问下，你都已经讲出来啊！然后因为顶礼拜五有一个人出去爽，所以拜五的时阵，咱台湾发生啥物代志，伊拢毋知影。咱顶礼拜五的时阵，夭寿哦，足厉害的，是啥物代志？伫咧烟下顶悬出现一个逐字稿呢，逐字稿哦，对啊，逐字稿华语就是逐字稿，咱 Podcast 的逐字稿竟然有人哇，想要到竟然有即工安尼，听讲即个米粉，叫米粉甘着，看面粉，听讲即个面粉，伊用8点钟的时间，一直听，而且伊真正捌听过阮两个节目，所以伊会当分出，虽然讲有啦，我看过啦，迄黑白边有诶。讲话迄是男做伙啊，对男做伙，但是咱已经真厉害，因为伊会当分出大部分的黑边，甲大部分的白边。真正有人讲阮两个声都像的，我是毋知影。听种朋友恁感觉敢有？恁若有你留话甲我讲者好无 ？IG 留话甲我讲者，阮两个讲话差者。对啊，伊歹着我温柔。
你好意思讲？爽啦，嘿！而且做厉害啊，伊个有甲迄一寡名词做翻译。哦，对，做这侪功课诶。对，搁去解说，搁有推广咱台语要安怎去查诶书典。重点是阿家啊，阿家要甲你收广告费啊吼！我因为讲着阿家你，伊搁甲你阿家诶频道放伫下骹，嘛甲大家推广讲吼，伊是伫咧主持啥物节目，就是咱文化小棒棒诶主持人，真正是足感动诶啦！听众朋友啊，我伫遮要公开征求。研究啥？你的反应使较紧的无？你莫出去送倒来了，搁安尼无想要上班，无灵魂的回答，无灵魂的上班，讲话嘛安尼。你即摆是安那？你伫个迄时差未调过呢？无时差。好，而且要公开征求哦，有人熟悉即个网友的人吼，请恁甲伊通知，叫即个网友来 IG 还是面册，甲阮私信，阮要送你一个小礼物。感谢你为台语伫咧付出，伫咧拍拼安尼，真正感谢啦。但是即个小礼物甲阿夸妹无关系吼，请你毋通想讲心意啦，毋通伫问讲，你敢会使送我阿夸妹的什物？我著连阿夸妹的人都无看到。哦，阮家己拢无啊。我若摸着伊的手，我就甲你讲，我用我摸过伊的手，甲你压手。你是要送小礼物，还是要甲人见面啊？即个对话讲有淡薄怪怪。好啦，阿夸妹讲完啊，对啊，阿夸妹高峰过去了，对啦，听讲顶个骗足侪人，骗着足侪人来听。阮看到迄收听率嘛是惊着呢，今日就要呢，拄个天顶完呢，咻把摔落来啊呢，摔落来，转来到现实。对啊，结果现实愈加。听众朋友啊。有台语罔听啦，听愈侪，你就知影讲一个台语的语感，惯势了，过来听阿宽妹的歌，你就会愈听愈熟悉啊。对啊，真好呢，听阮节目对听伊的歌有帮助啦。你感觉对？有帮环境啊，对啊。哦，听讲你有一个物件要甲人分享吼。啊，对，就是我伫个3个月搁去送，3个月去送，啊，1个月搁去送。每个月拢去送啦，拢互你送。听讲有人嘛要去听演唱会吼，刷来要换伊送啊。听众朋友，你有当时我是毋知影啦。你有抢到票无？你有抢到票无？咱敢有机会做伙看到阿宽妹？所以你要办一个听众的见面会啊？我毋敢，你会当伫恁身躯搭啥物件？我去看者，原来有网友是安尼。但是我袂甲你讲很像，毕竟阮才18岁尔，较歹势啦。好啦，我甲听众朋友讲乌边吼，乌边就是穿甲乌，迄就是乌边啦。就嘻嗨，嘻哈袂来现场拢乌，伊就看每一人讲，请问你敢毋是乌边？到现场一定有画乌边，伫现场吹乌边，较正经了，唱较无趣，你莫唱较少声。哦，你今日你顶个月去倒位送，你今日大家讲者。嘛无去送啊，我是去体验啦。嘿，就是伫咧婚礼嘛的导览，因咧举办迄个马铃薯节的活动。对，马铃薯节。对，因为我敢若食过马铃薯嘛。您说的是土豆吗？是土豆。你别在那讲，在中国是土豆，你在台湾是马铃薯。对，好。我讲到倒位啊啦。我讲咱这土豆的代志，咱等下再来讨论。咱先讲你的马铃薯节啊，马铃薯节会当创啥？会当去现场挖马铃薯啊。敢钱？毋免钱，不管你要去。对啦。免钱都要小贪，无啦，好哟，你甲我安尼拍断你的节奏呀，嘿妹，你莫出国等下送甲你节奏找无，佮我怪我，头家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好啦，当然讲正经诶，你讲，迄就是免钱，毋过你爱准备5张发票，对，就是伫咧正月甲2月发票，5张，未对过的对，对，过期的袂使。迄个时阵还未开始啊，因为是3月初啊。但是2、5要开奖的迄个。对。5张啊。对，5张发票啊，去现场啊，互迄个工作人员啊，伊就会互你一会当缀马铃薯的茶啊。对，伊讲是叫精美的马铃薯茶啊。足水的啊。对，你哪无给我看？我有翕相，你看无？是啊。
就是迄个哦，对啊，就是迄个哦，对，迄水伫倒我看无哦，嘿，好过来，啊，佮互你一张罐安尼啦，哦，就是会当互你入去迄个马铃薯田内底乌马铃薯的罐。啊，即个体验有就是有体验哦，迄体哦，哎呀，你死啊你！歹势，体验有分顶部甲下部2场。嘿，啊，我是参加顶部的，因为我惊，顶部做热呢，因为我惊下部去已经乌无马铃薯啊，马铃薯较少哦，其实真济呢。哦是哦，嘿，啊，因为有分迄茶啊，啊，毋过我看到足侪人炸家己的茶啊，啊，佮炸纸箱啊去，炸布茶去，敢会使？对，啊，毋过你摕遐济。啊，你也食袂起啊！我想可以送别人啊。哦，嘛是会使啦。对啊。啊，我本来想讲，迄装卡所可能无啥人参加，会夭寿啊去现场要找停车位，找足久的呢。是啊。嘿啊。毋是路边凊彩拢会使插车。是安尼无，毋过就是路边两边拢是车。哦，啊，离迄个田足远的呢。对。安尼啦，安尼来塞车啊，塞一台车载规车的马铃薯。无啦，我就是甲阮朋友去参加，所以就是拢总2路尔啦。哦，对。除了现场有马铃薯会当学，啊嘛会当食马铃薯的料理哦。现场阁有煮物件你食？有哦。啊，敢好食？好食啊！我有食着迄马铃薯的冰哦。伊就是用钱安尼甲包喺内底。啊，会足好食的呢。哦是哦。我无食着啦，你就无灵魂嘞。对啊，你即摆才知影，你拄则是安尼对待我诶。你讲你外爽的时阵，我过个只艰苦着。然后朋友啊，伊去爽的时阵，就是我咧艰苦的时阵。后回就换你诶啦，吼。后回我小忍耐者，小忍耐，你这里忍耐你的嘴。忍耐，我会当啉一个啦，我袂当忍一个。好啦，忍耐。嘿，啊，你即个活动是逐年拢有吼？应该是逐年拢有，啊，毋过因为疫情可能有停办，我感觉。你感觉？因为我看伊的面册啊，就是敢若伫咧2018年后面都接上新的安尼。2018啊，尾啊就是今年。对，安尼就是中午5年的时间，毋知有办过，所以今年都无写讲第几届啊？无，我看迄新闻稿拢无写啊，新闻稿有写是伫咧第5届，2018年。哦，安尼你算者，无啦，无法度。你拄则讲你去倒哦，婚林哦，嘿啊，婚林的刀南嘛，对，刀南，听起来足远的呢。袂啊，有刀南火车头，遐有火车呀？对啊，你袂歹啊，有火车会当到位的所在拢会使啦。嘿，所以这敢算是一个就是农产品行销推广的活动。对，我感觉算是，就是这活动就是主要要推销在地一寡农产品啊。啊，佮有上重要的就是食农教育，因为即嘛食农教育对，而且咱佫是教育的频道，所以咱一定做一个推广。你像安尼，啊怪我有淡薄无会关系。你敢毋知影啥物是食农教育？毋知啊，就是就是甲学生囡仔，对，就是为人拢讲为土地到大顶。食饭道的大地，食饭道。从土地到餐桌。你个安尼要顿倒啊？我惊有人听无啦。对，所以咱就是知影，伫咧学的时阵，就知影讲马铃薯是安怎种落去的。哦，你敢毋知影？毋知影，你学马铃薯甲种马铃薯有啥关系？啊，因为我会看到就是。马铃薯伫倒位？因为种马铃薯就是马铃薯的布叶啊，对，嘿，啊，所以就爱甲迄块甲切落来，啊，甲伊种咧土内底，哦，所以伊就会继续发出马铃薯，哦，所以就会当互大家知影讲当初是安怎种马铃薯的，哦，这个时阵来讲到咱的囡仔节目，哦，对，收着迄一工，对，你看，咱就是拄即个对嘛是马铃薯，咱是拄即个食农教育的方面，带大家来去看遮的农家，遮的做事人，因是安怎就是做伫田里做工课。对，我看迄新闻稿，伊讲迄个马铃薯是学生囡仔落去种的啊。对，所以迄个园啊，都是伫咧学校的边啊。我拄仔本来要向向讲啊，你讲哦，我那遮认真，佫会当推广家己的节目，结果你向向甲我布即句出来，我。嘛是学生囡仔，感觉遐学生囡仔比我较认真，我都学到我家己。因就是伫咧旧年11月，
就是甲伊种落去。对，啊，伫咧今年的3月初，就会甲伊采收。哦，所以逐年拢是学生种的哦。无啥确定。哦，你哪安尼啊？你去现场袂晓甲因开讲者哦？甲伊问一下啊。哦啊，等下当做节目呢？因伫咧现场画图啦，因伫现场画图啊，有迄写生的比赛。哦，这时阵你就是去参加节目，就讲弟弟妹妹你好哦。恁这安怎来的哇？反正听起来就恐怖的，奇怪的这。嘿呀，好啦，以后若有去就会当嘿。听到没有？恁若是恁伫咧恁的故乡啊，有即种特别的物件，恁嘛会当就是写批来甲阮讲。对。无你甲阮会当去参加者，像阮迄园林吼，阮迄园林，阮园林无啥物济啦。但是阮隔壁社头有啦。哦，社头有迄啥物梅啊济啊？哦，社头买梅啊，是梅啊，袜子不是梅子，是梅啊，毋是梅啊。做梅啊啦，骹你穿的骹会寒，穿鞋仔阵爱穿梅啊啦。哦，毋是你食迄个伫树仔顶迄个梅啊。梅面就差得济。有的人是梅啊，梅啊甲梅啊，你讲有人讲梅啊是梅啊哦？对啊。哦，歹势，我无读册。反正没有恁若是有当地有即种特别物件，嘛会当写批来甲阮讲，还是讲你会当写批来甲阮分享讲你去参加的经验。对啊，我感觉就趣味的，一定爱去体验一届。而且我咧查资料的时阵，同一工伫咧森林，佫有摆活动，佫甲创啥？家己甲家己的故乡佫出2场节目安尼对写啊！我甲敢是嘛是顶晡甲下晡安尼？你会当顶晡去采马铃薯啊，下晡去采别项啊？对，你就是安尼啊？无啦，我后来才知影，可能明年我会去参加。我想讲这小摊。你安尼讲，我马铃薯有分你食呢。我都无想要讲出来，你就一直讲。我本来想讲莫讲，听众朋友毋知有人甲我问哦，讲爱马铃薯你有食着无？我本来讲有啦，我甲伊讨才下2-3礼拜有啊。遐无够许啦，无啦，哪会教？好啦，就是迄讲佫有别个活动，一个叫做国际台湾红菜头伫咧东市，另外一个是水内汉字文化节，是哦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森林，就是种足侪农作物咧。哦，农产品的大故乡安尼。对。咱连甲咱做一集诶。你敢知影？就是像我拄仔讲诶，阮社头遐梅啊。就我讲家己拢咧，人讲梅啊故乡伫倒位？社头。嘿。你敢知影巴拉诶故乡伫倒位？巴拉燕巢。对。葡萄诶故乡伫倒位？中华台川啊。中华台川对啦，阮台川咧种葡萄啊。哦。还有迄啥物？做爱故乡，应该嘛是高雄啊。对，大虾。听到没？阮在你若知影这做无聊的即种台湾的啥物物件，故乡伫倒位？你哪来甲我分享？阮连讲会当连一集，互大家会当了解讲各地的产品是啥物。哦，听起来袂歹哦。对啊，我进前无聊的时阵，细汉无聊，不，我前几工无聊的时阵去查的啦。我即摆个细汉，然后18岁。好啦，拄则讲到你这土豆丝，特别讲到咱最近一件甲马铃薯、土豆有关系的代志哈。是，就是有一个出版社红hen，就伊个国中的册内底啊，伊就是伫迄生物课的时阵，第3章的第2节，伊就是咧讲迄生物的号名甲分类啦吼。然后没有歹势，阮中华第8条较加淡薄吼，各地有各地腔口，咱爱尊重包容吼。好，继续，就是我看新闻稿写讲，即个国中的册面顶，甲迄马铃薯翻做土豆啊，但是其实土豆，你若是看到即个字念出来，你会念土豆啊。土豆伫咱台湾是啥物？甲因的土豆是无共款的。我就想讲奇怪，咱台湾哪会甲马铃薯翻做土豆？这足奇怪啊！结果我就去看，因为伊讲啥物，因为新闻标题拢写甲足严重的文化通鉴啊，是啥物？听做没有即个时阵吼，咱就是爱保持一个就是警觉。你毋通看到别人写啥物，你就对咧去相信。你爱家己去找资料，就去找迄本教科册来看。我看到伊迄教师伫备课的，因为恁教册人毋是拢会有分一种版本是互老师看。伊面顶其实有写互老师看，伊讲就是叫老师甲大家问问题，讲土豆敢有其他的名。伊下骹其实就写讲，就是各地
有无同款的号名？土豆敢有其他的名？对，就是马铃薯敢有其他的名？哦，对啊，对呢，伊是土豆敢有其他的名？我竟然无发现到好，所以伊意思是讲，伊就是讲，伫咱台语内底土豆讲的是土豆，对，啊是伫中国，就是家的马铃薯或者土豆，两种是无同款的食物。中国的土豆是花生啊，这有啥问题？哦，有一个国中老师就讲，其实伊这个时阵，伊咧上课的时阵，伊就是提出无同款，譬如讲，伊的高头果，听众朋友是怎甲恁讲啊？百香果的台语号做四季果。奇异果会台语号做高头果，是安怎恁知无？你会想讲，迄一只狗伊头后壁，伊后头壳，你家己耳仔两边夹掉，啊，就是迄个高头果。听起来做恐怖，家己想一个哦。对，爱家己想一个高头果。伊讲像高头果伫咧中国号做猕猴桃，对啊，嘛是共款，嘛是拢是狗啊，嘛拢是狗啊。嘿，啊，还有咱的迄塔马豆。对，因伫遐叫做西红柿啊，对，其实各地有各地无共款的名。我感觉讲伫上课的时阵，你要教这是会使，但是重点有一个问题，因讲书店面顶写讲土豆就是马铃薯。我感觉这书店写呢，我感觉无啥清楚，对，无啥清楚，你要写较详细的写讲中国是安怎，就像就像咱顶一集阿夸面，搁是阿夸面，而且咱迄当阵就有讲过，就是因为嘻哈。甲台语共款，拢是去用压迫，就是咱有咱的角度，咱其实甲物件写清楚，画好明，家己的立场分好清楚，其实就袂去互误会。听的人你嘛袂当讲，就是听因的标明创啥，你无去了解伊内底其中的内涵甲啥物，我感觉这真正是最重要。对，而且即摆就是因为迄一寡音啊 ，TikTok， TikTok。就是迄寡影片伤济，即摆讲真诶，真正做侪少年人开始愈讲愈啥物。我上册听到一个，你敢有看有迄视频？哦，我嘛是，我袂当接受。四病足大诶，足大叫四病。对啊，影片的影片啥的视频啊，视频八文的视频。对啊，你想到就是你会当看，但是其实咱我感觉这种恐怖的，就是迄种就是对，慢慢啊，就是影响到咱日常的用语。花叫有做潜移默化啦，希望无紧啊，这时阵就希望阿宽妹当较清咧，大家会当安尼，我天天的今咱找一个物件淡散一下，我希望讲这物件嘛会当就是互大家就是融合伫咧生活内底。所以阮才会讲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有闲，真正会当放阮的节目来听，还是讲其他你伫咧Podcast顶管。拍台语，有做侪台语的频道会当听，有诶可能你会感觉讲念伤紧，还是讲有诶内容你听无，但是其实咱就是浸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咱语言地豆豆进步。就像现在即摆有一寡囡仔因讲话，因的华语家己有够正诶，而且佫会讲一寡济，又佫是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嘛无啥解，质量很好，有一寡科学老师就想讲，到底是啥物件？品质良品还是啥物？咱其实。慢慢拢伫咧文化当中去互影响着，我嘛是希望讲真啊，的品质真好，咱就讲台语就好啊，还是讲啥物？无一定讲爱讲台语，你要讲华语嘛会使，但是咱重点是一个，咱的物件，咱的自主性，甲咱家己的物件，莫去影响着。对，咱会当看，用一个包容开放的心，就像我看日本频道看，我嘛袂足听说哦，伊爹，哇，安尼讲话，我讲足听的，对，我嘛是会先讲一个台语者，我真係读着了，足听，对吧？听到没有？这就是安尼啊，有啦，但是咱听听嘛会迄啊，我歌词的，我多过一笔，对，但是我感觉这拢无问题，因为。日本这是因为咱以早，因为迄个时代，罗马教授迄个时代背景下来讲到这个物件，就是因为讲以早迄当阵咱是有去互日本，日本统治过，所以我感觉这一定有影响。像阮阿嬷，阮阿嬷就会甲我教一寡日语歌是啥物啊？迄就是因为因以早有受过日本教育，讲真，其实讲遮济，重点是要甲大家讲，影片爱看，但是咱家己的物件嘛是爱保留，无论是讲用母语来创作。看面今是敢若是一个，像阮进前吹润孝，伊讲伊要叫润饼嘛吼，但像咱的润饼还是讲央丽，还有迄帮凉鸦皮，就是伊是用迄客语，而且佫甲咱迄就是客家庄迄个帮凉的文化，甲这物件结合入去，拄各种方面，无论是音乐，还是演说，还是讲出册。就是用各种方面来保留这个物件，其实拢互我足感动的。嘛希望讲大家伫咧，就是听着阮的节目，无论是听着阮的节目，还是讲你就是有注意到这种议题是啥物，讲真咱会当就是豆豆对生活开始改变。就像咱拄则头前讲的，
台语无妈嘛无爸，虽然讲咱即马可能已经去互影响无要紧，对，即马开始拢个会使，拢个会富，即马开始对你身躯边开始影响边一个人，边两个人，久啊了，咱会当慢慢甲即个物件找倒转来。哇，黑变讲了实在是太好啊，好，拍破啊，无灵魂啊！哇，好安尼今日就要结束啊，雄雄就要结束。这话题雄雄伤叮当啊啦，对，但是这真正是阮做节目的本心。因为阮当初是就讲，阮是一个教育频道，但是讲真的，一寡就是较叮当的题目是创啥，其实其他节目已经有啊。我希望讲，阮就是会当两个人安尼拍拉亮，伫咧开讲的过程当中，关心网友的生活，啊，还有就是分享恁拄着的物件，对，啊，互大家感觉讲，那像是两个朋友伫我边仔，就是用台语伫咧开讲安尼，我感觉就是，嘿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好啊，差不多，继续会。目屎点要流出来。我讲啊，都拍摄起来。好啦，差不多收尾啊。无啦，听众朋友啊，5月主题啦。对啦，后礼拜连假吼，就是5·1劳动节啦吼。劳工的日子，你有啥物吼？公司朋友啥物代志想要讲出来，就写批来分享吼。劳工的心声。对啊，阮后一集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吼，办公室内底10种互人无法度接受的歹行为。对，听众朋友，你那先去找看觅，你若是有即种10种朋友内底其中一种，欢迎消费来甲我分享。对，好啦，安尼时间真正差不多啊。哦，这集讲到足感动的呢。哇，继续尾啊，创啥？紧的，我你感动者啊！免啊，谢，我等下加掉。好啦，来收尾哦。好。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疼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